交通部公路局为着要避免塑化解大货车排队等过磅引起事故，因利用 AI 技术快速测量大货车的重量甲长度敢有合格，而且会当自动比对欠税金的车辆。有过一个月会当省4000外公升的柴油，减少100外吨的二氧化碳排放。 大货车进入过磅站免停落来，拿到免磅通行证号就应直接通过，起诉化解，比过去省未少过磅时间。这台车是因为它没有经过上游的地道。 交通部公路局改进塑化解过磅效率，用 AI 技术开发全国第一套快速过磅系统，用情景精准量测大货车重量长度是不是违规，也更主动比对欠税车，紧紧通知警方拿查举发，搁扣副牌。车子才刚进入磅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抓到它的车牌，马上做车牌辨识，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就会显示，所以它还没完全进入磅台，就会已经显示它是免磅通行。 过去大货车过磅，人爱停落来才行，那车一节开始出现排甲主线、地势塌车，甚至发生对撞事故。量测大货车长度爱用电筒，那过磅无准确，恐见增加大货车驶伫塑化解长磅卡的风险。新的过磅系统应有效解决这个问题。譬如说是35公吨好，它 key 到43公吨，那它是不是这台车就没有超载？OK， 那这个部分可以。 去弥补我们人工输入的这个样子的一个误差性，所以它完全是由自动化由 AI 去辨识我们车侧这样子一个数字。公路局初步系统上路了后，因为效率增加，每个月营收42971公升的柴油，差不多112吨的二氧化碳，相当1/3。大安新运工行每个月应吸收的二氧化碳量，这系统也让公路局得到智慧财产局真侪项专利，除了方便大货车管理，更用保障塑化解赛车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